生意是要强大嘅武功。皮下下见上时期呢，对哈哈哈站爬出来，行着中意多年的技，遇到结结天下创新，天面百姓本项目为拖上开，其实要还强大嘅武功。皮下下加对装配嘅片产堂度，一定要神秘光芒嘅铁布衫。韩国做伞嘅技术，就靠其当地客家制作嘅术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栈，哈哈哈店。今天是某个马嘅做伞做夫自强自战了，因为谈过客家南山冇，上韩国如果今年做经营淡江嘅客家人，看到南山绝对冇唔错。不过野生山嘛，係專屬於客家5線呢。大家記得做啲潮流時尚，重建客家本色啦。上次出的南山，還可能會談到長山一個太平山一條名詞，佢哋其實都係指重要嘅東西，像佢分別代表一種方式，三隻當重要嘅特色。長山當然係以為神父當作。佢嘅長度7條嘢，最連身群眾沒冇問題。太平山係形容神父體面前打開了嘅方式，一做神父可以要開太平。by the way，現在嘅神父太體係對鉗，逐漸對開，老下子窮樣，帥，真的帥。南山特別神父嘅色，佢用是用啲布料行嘅色，太體係藍色，故所按照南山。色水係親家做的演出神父嘅體質，故所南山嘅名詞咪佢講嘅清楚，大家清楚嘅。一下人就來看下藍一隻事例。藍本來嘅意思唔係色水哦，係一種植物，山蘭用作太強，係一種做得提煉飲料嘅植物，啲根本係按嚟寫。我們唔點用嘅飲呢？佢叫就像一三年啲觀察盤嚟度提煉嘅強做，後面人就用藍去代表提煉出來嘅色類。一種草本植物啦，特別好開始較寒嘅地方，故所啲開發山嘅味素，開始看到佢嘅種子。一最老早期客家人係啲味素窮用，都好啊。故所客家人就化成山呢變做南飲高樹咧。佢一下武林中還有2隻味素，又會發出神秘藍色光芒嘅藍山、鐵布衫嘅製作技術，分別係南部嘅棉農，然後北部嘅山協，棉農嘅機芯行，還有技術地做客家傳統藍山，山協嘅三角用文化協進會，每3萬推廣南飲藝術。雖然政府當然期盼嘅客家文化發通，南山都會推白活，不過老師傅做山嘅手藝一直冇好好傳承。看來新推嘅南山設計師，按用老現代元素，完美結合傳統嘅經典特色，會喺客家百姓體會到有神秘藍色光芒嘅南山之美，還是要各位武林中人靠下輪努力咯。講到呀，人哋皮條客已經潛到傳說中嘅客家做山老師傅嚟。基本皮條客行業中意嘅精神，老皮最最嘅態度是感通過後，師傅已經傳承鐵布衫嘅優良，老子所必須搞本皮條客。